仲用個 hip 壓落去，你感覺前邊你呢條 hip flexor 卡腰肌啊，呢個就係扯住。你用個 hip 咧，即係好似俾人撳你個 hip 落去咁啊，一下一下。呢個係鬆你前邊 hip flexor 好啦，然後企起身，拉長手，合掌，然後再沉低多啲，沉低多啲，係啊，好扯㗎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轉另一邊，轉另一邊咯喎，係啦，轉另一邊咧，膝頭喺地先，然後每一次都係撳個 hip 落去地下方向，係啦，吸氣上，呼氣落，呢個幫你鬆你前面啊大髀腩嗰條啊。跟住咧就係後腳伸直咯喎，然後好似咧我哋叫摁咯喎，但係都係用你個 hip 㗎，都係用 hip 㗎，好似俾人撳你個 pat pat 落地咁啊，係啦，然後撐住隻腳，一下一下感覺下。好啦，上翻去一個單一飛先多全身伸展先。嗱，咁跟住就拉嗰個啦嚇，踏一隻腳向前。好啦，然後雙反手捉嚇，捉咗之後撳翻低個 hip，打開個膊頭扭，係打開佢，踢開隻腳。你首先練咗呢個踢開隻腳先，唔係黐埋嚟，個人起身多少少，踢開隻腳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擺低，單屈飛先多，拉翻長，舒緩翻先，全身舒緩，到另一隻腳，好啦。揭開你嗰個膊頭，捉後面個腳之後，拉開個人，撳低你前面嘅 flexor， 即係個 hip 要撳低，唔好企高。你企高咧就係同佢鬥力㗎，你要放鬆，因為你前面嗰度扯住好痛啊嘛，所以一定要放低佢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做翻單屈飛先作舒緩。